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成为这么早就来到你圣殿预备心要来敬拜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，主，求你特别的恩待每一位这么用心要来追求你的人。主，你就对他们不隐藏你自己，你要成为他们最大的报偿。主，我们也要为那些还在路上或者还不想来的弟兄姐妹祷告。主，求你真是断开他们所有一切的怠惰，断开一切的拦阻，让他们真是想到在主里面的恩典。主，他们就快跑要来跟随你，就要快快的回到圣殿来敬拜你。主，愿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充满在每一个服侍的同工，充满在每一位会友的里面。主耶稣，让我们的心里真的毫无旁骛，就是单单要你。主，愿你今天再次的对我们说话，也愿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能够你来为我们封存直到永远，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主，你真是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让我们继续停留在你丰盛的恩典、你的恩膏当中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跟你们左右两边的人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敬拜他。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敬拜他。邀请你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拍手。神是我们的喜乐，相差喜乐，相处高歌，无论环境
着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高山或低谷，主动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。流泪擦中你欢呼手动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在你继续的举起来，跟着说，主啊，我们一再赞美你。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不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你的手在我们一起来拍手。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不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再一次哦，下垂的手我们要举起来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你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不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永不离开，永不离开。将我们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敬拜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配得我们大赞美，我们的敬拜。主啊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唯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得着完全。主，谢谢你。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，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恢复我心深处，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。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，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，我愿意献上我的灵，单单归于你，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，因你的施加我活着。
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。主啊，你奇妙的作为，愿你真是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。主，我们的灵单单要归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向我吹气，向我吹气，我从尘土中被兴起。向我说话，我灵敏更新。向我显明，我与生命地，我不能依靠，没有你。主，原谅我，原谅我，曾经迷失自己，曾经迷失自己，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哪知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张开双手，等我回头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有你方式来打碎老我，让陶匠的手来塑造我，在天父爱中重新来过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除你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赶紧抓住你的手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时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敬拜，求你重新带回我们进到你的殿中。原谅我曾经迷失自己，以为逃避能解决问题，哪知你还默默等着我，张开双手，等我回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有你方式来打碎老我，让陶匠的手来塑造我，在天父爱中重新来过。我只想要一生为你而活，除你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赶紧抓住你的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总是用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在生活当中，在服侍，在家庭里面。这时候，想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，神爱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他。这时候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开口跟神说：主啊，求你打碎我们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，能够单单来跟随你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。主啊，恳求你的灵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你的灵浇灌我们。能够知道我们一生要为你而活，就是在于没有你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在那个时候，就你的圣灵更多的降临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能够听见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放下自己，能够放下自己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在学中在使我。现在我
除你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更紧抓住你的手。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，我会更紧抓住你的手。主啊，这首歌将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主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迷失自己，主，我们往我们自己想走的方向，却离弃了你。主，在每一次，你都站在我们的旁边，站在我们后面等候着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归向你的怀抱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，接受主你所管教的一切，让我们能够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让我们能够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在这边看到大家，跟大家一起敬拜。这时候跟你前后的人说，很开心在这么冷的天气看到你。然后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很开心跟你一起享受在敬拜当中。太开心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。今天的经节记载在2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箴言29章17节，是现代中文译本第842页。第二个经节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1到13节，现代中文译本351页。我们一起来读：管教儿子，他会使你终身平安喜乐。第二段的经文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，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，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因此，你们要把无力的手举起来，把发抖的腿伸直，要时常走在笔直的路上，使跛了的脚不至于完全酸废，反而重新得到力量。阿们。今天要在我们当中传讲讯息的是洪秀清传道，他所要讲的讯息主题是管教后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做礼拜。这个礼拜是教会教育事工礼拜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不是有钱、有学问、高学历的人就比较幸福，他们一样会忧郁、烦恼、不想活的时候。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那儿的流浪汉，有蛮多是高学历的人。你想要介绍工作给他，他却未必想要去做，因为他宁可过着一个没有压力的生活。所以高学历不等同于高成就，高成就也不等同于幸福的生活。箴言14章26、27节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27节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我们教会在10月6号开始查经班，是我们认识上帝
认识圣经最好的机会。唯有我们先受教育，我们才有办法借着圣经更多认识上帝，也才能够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。否则信心只是停留在口号而已。一个愿意让上帝来改变的人，他愿意的有多少，他的进步就会有多大。但愿我们都是那谦卑的人，愿意看到自己生命不断的进步。所以教育跟受教育、被教育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。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圣灵这时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也运行在整个圣堂里面。主再来赐给我们受教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，可看的眼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就愿意顺服于你，接受你的教诲，一生一世让你喜悦。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生命，是向着你活过来的，向着世界是死的。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每当我看到圣经这个经文，在箴言22章15节这样说：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就让我想到我的小时候，我读书好像都是在为父母亲读的，我的成绩好像是在荡秋千。有时候考得好的时候，父母没有骂我，下一次我的成绩就掉下来了，根本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在哪里。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，我非常感谢我父母亲在这一方面对我的要求。有些父母亲他的出发点虽然是好，不过就会太严格。等孩子得到了一个高学历以后，他的心里却是怨恨他的父母亲。甚至有一些小孩子拿到最高学历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为父母亲完成的，因此他就选择结束他的人生。因为孩子小的时候，他其实并不懂，他感受不到父母亲对他有更深的爱、更远的期待。但是他被骂的时候，他总觉得他被父母厌恶。这样日积月累到一个地步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喜欢自己。将来有一天他长大了，不管他有多优秀，他都不接纳他自己。他的心是空虚的，他的情感没有被满足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坐在这里礼拜的每一位，都是一个受教的人，也愿意上帝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也是看重教育的一群人。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，更有价值。但是这些期待是必须要付上代价，必须要跟上帝的价值观对齐，我们才能够拥有有意义的人生。因为我们人的罪行跟罪性已经使我们和上帝的价值观越离越远，所以我们需要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，让上帝再次的来调整我们。从我们出生就被父母、教会、学校、社会不断的教育我们。我们如果以为孩子只要送到教会、学校，父母亲就没有什么责任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因为父母亲的观念会影响着如何教养孩子。教会和学校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有限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要和孩子一同成长。
我在 LINE 上面看到2封儿子写给父母亲的信，因为很长，所以我就选其中部分念给大家听。一封来自死刑犯写给父母亲的信，他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明天我就要受刑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变成这样，但是往事一幕幕的闪过眼前。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，我不想好好吃饭，你就一口一口喂我。我以为生活就是可以这么享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怕我弄脏衣服，你又是最麻烦的一个人，要帮我洗衣服。20岁那年，我看别人有新手机，我很羡慕，我就跟你说，如果你买一个新手机给我，我就可以常打电话给你。你马上拿了3万块给我。24岁我毕业那一年，你托人在大公司帮我找了一个好工作，我就以为大学根本不需要认真念嘛，一样可以有好工作。我却不知道你是拜托了很多的人才找到这一份工作。32岁那一年，我欠了很多的赌债，上千万，你气得生病了，但是你还是帮我还清了那些债务。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，你都会帮助我去解决。到了35岁这一年，你再也帮不了我了，因为我抢劫又结伙杀人。听到死刑判决的时候，你却骂老天不公平。你这么辛苦了一辈子，却还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其实是你用爱的名义，一次次的夺走我成长的机会，一次次的扼杀我生存的能力，一次次剥夺我为人生负责的学习。原来我根本没有长大过，用错误的方式来爱孩子，代价是2代人的痛苦。原来教育是不能重新来过的。另一封信是一位 CEO 执行长写给父母亲的信，他这么写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明天我就要开新工厂了，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要感谢你，教我如何对自己负责。我怀着感恩的心，一幕幕往事浮现在我眼前。小时候，我因为爱看电视，不认真吃饭，你就说，如果你现在不吃，那就要饿到明天了。我以为你只是在跟我开玩笑。等到我真的去了厨房，真的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。是你教我如何对自己负责。20岁那一年，我看别人有新手机，我也很想要拥有一个新手机，你却对我说：“你的手机又没坏，就这样用吧，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打工赚钱买好了。”24岁那一年，我毕业，我多么想创业，你叫我不要急，要从基础做起，有了经验再说。2年后，我决定开公司，你借给我10万块，却要求我4年内要还清。35岁那一年，35岁的这一年，我的公司买了一个新厂房。那些怪你对我很狠心的亲戚朋友，终于不再说话了。爱你的儿子敬上。听完这2封信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触，特别是孩子已经长大的父母。有一位犹太妈妈，她的教育孩子的秘诀是：心软是害，狠心是爱。谁溺爱孩子，总有一天会为他孩子包扎伤口。事实上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在包扎孩子的伤口，
何尝不是包扎父母亲的伤口？求主给我们这些父母亲有管教孩子的智慧。教育实际上来说，也不像上面2封信写的这么简单，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孩子的个性、行为。除了父母亲的管教态度是否公正公平，是否在理性中教育他，有没有过度情绪化，是否用基督的爱为基础，温柔的来教导他，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。当然，孩子离开家里，遇到了什么样的朋友、老师、环境，也都会影响着他的个性跟品格。但是最大的责任还是为人父母的。感谢神，我们有圣灵可以常常来提醒我们，因为他乐意管教他所爱的孩子。每一个年龄层的父母亲，课题的烦恼都不一样。但不论你的孩子年龄多大，或者你会说我没有孩子可以烦恼我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上帝的标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要不断的去进步。我们要管教孩子，同时我们也要成为愿意被上帝管教的父母。因为孩子的观念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，有对的父母亲，才能有对的儿女。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对的父母？第一，我们要留心上帝的心意。我在 YouTube 看到一个中国外科医师的见证，他的信主是因着朋友介绍福音给他和他太太。他们信主以后，有一次在路上，这位外科医师遇见了一个主内的老弟兄。这位老弟兄他知道，在外科界里面，他们的回扣是很高的，所以这老弟兄就问他一句：“你信主以后，你还拿回扣吗？”这位外科医师因为信了主，他就只好诚实的回答说有，因为信主的人是不能说谎的。这个外科医师，他有70%的收入是来自于这回扣跟佣金的。他所穿的衣服、打扮、名牌，皮夹子里面的金卡、俱乐部的卡片，都是靠这些钱来支付的。所以，当这位老弟兄这样的问他时候，他心里真的非常的不开心，可以说是闷闷不乐。这位老弟兄甚至还告诉他：“如果你信主以后你不改变，那就不是真的基督徒，你的生命也不会长大的。”他听了这老弟兄的话，他就想啊，反正下次我也不见得会遇见他，就敷衍他一下，就说好好好好。可是回到家，他还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么高的一个佣金。他以为他不太有机会再去遇到这个老弟兄，没想到2个礼拜以后，又在路上遇见。这个老弟兄又问一样的问题，问着你是否还在拿？他也一样的说有。就这样草草的结束谈话，回家以后，他的心里非常的难过。他就问他的妻子：“我们信耶稣到底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？”他的太太说：“当然是真的啊。”外科医师就告诉他的妻子说：“那我们以后就不能再拿回扣了。”他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，很快的就回答他说：“好啊。”于是他下定决心。
下定决心到真正执行，差了半年。他向他的院长提出了调换工作的要求，他请他的院长将他调到行政单位当秘书兼教学的工作，这样就可以让他远离遇到试探、被受行贿诱惑的场所。在他调职1年后，他的同事开始被调查局约谈，有的人甚至被关到监狱去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。一个愿意听上帝透过人来的提醒，并照着去做的人，首先获得利益的就是他自己，再来就是他的家人，他身边的人也因着这样蒙福。听到就要行道。这位外科医师，他不是一听到就马上顺服，他也是百般的挣扎，但是他没有放过那心里的不对劲的感觉。当我们有了这种觉得不对的感觉的时候，有罪的感觉，我们就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灵人已经慢慢的活过来。只要我们愿意坚持听从上帝的教导，最终都会得到祝福。这位医师不但因为自己愿意被上帝管教，面对老弟兄的尖锐问题也诚实以对，这实在是不容易。最后还选择一个钱很少的工作。或许很多人会觉得，信耶稣就好了，干嘛信得那么迷？干嘛跟钱过不去呢？但是唯有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，并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如果贪爱钱财过度，我们就容易被钱所捆绑。当我们愿意受管教，我们就能得平安。就像这位外科医师，他愿意受教，他最终就远离那个坐监狱的问题。上帝很乐意差派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回正路。也或许我们常会觉得，上帝到底在哪里？我看不见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是不是神对我们说话有一个很简单的检视方式，就是当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的心里会扎心，会觉得不安。很多时候就是来自圣灵的提醒。在接受管教的时候，常常不是让人很喜乐的，但是终究我们会得到福乐。一个心灵健康的人，他是不怕被别人纠正，就像大卫王，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犯罪事实，他不但不否认，马上悔改认罪，接受上帝对他的惩罚。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而行，是可以被批评、被讨论的。当我们被批评到指教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而不是生气、愤怒就离开这个信仰，离开上帝。不要像扫罗王，对于自己的罪行不但不承认，还找了许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继续的悖逆，最后他和他的儿子们一起灭亡。又像上个礼拜的系列人物参孙，他也是一个任性不听劝的人，最后他的结局也是灭亡。我们要愿意被修剪、被调整。像这个礼拜我要讲这篇讲章，神就先来教导我。在礼拜四，教会我们决定，我们整个流程必须要符合教会长老教会教制下祝祷的时间，要由封牧的牧师来祝祷。我就
满心疑惑。以前我当传道在南部，甚至在交换讲台，我都就用祷告的方式做结束。这说起来应该是恩典，但是现在要回到体制上的时候，反而我就不习惯了。我心里有很多的 OS， 上帝都知道。但是在今天早上，上帝对我说，他要我学的就是谦卑顺服。我感谢神，先来管教我，好让我可以讲这样的道。求主也赐下我们，当我们知道我们哪里不合宜要改变的时候，能够有勇气跟决心去面对。当这个外科医师决定要放弃回扣之前，也是经过许多的挣扎。因为当他决定不拿回扣的时候，就是代表他选择了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。这是需要勇气，而且也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同事对他的排挤跟厌恶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清洁、勇敢，不怕被别人厌恶。父母亲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。如果这个医生他没有改变，恐怕以后他的儿女也是效法他的行事为人。当我们被主管教，同时也能够在这当中胜过以后，我们就有那个资格在主的真理里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在主里管教孩子，可以教他一辈子都蒙福。说起管教孩子，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要记住，不要在愤怒当中、情绪当中来骂孩子，来管教他，也不要初一十五有空了你才要去管教孩子，因为没有持续的管教的效果是非常差的。当你想到要管教他的时候，可能他已经离得很远，已经是你要付上很多倍代价去把他挽回的。所以我们要常把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要常把上帝给我们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。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的非常的难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上帝来管教他们。特别是孩子一离开家里，离开父母亲看得到的范围时，你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。有些孩子在父母亲的面前是很乖的，你绝对没想到他会做那些事，可是在同侪当中，他却是很大尾的。只有上帝对这样的孩子有办法。很多的父母亲因着担心害怕孩子将来的养活自己的能力不够，照顾自己的能力不够，因此从担忧变成唠叨型的父母，严厉型的父母，这样容易伤了孩子们的心。相反的，也有一些父母亲，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也被他自己的父母亲严厉对待，等到他现在有赚到一些钱，过好一点的生活，他就很想用弥补的好好的方式来养育他的孩子，想要宠孩子，造成孩子个性上的软弱，依赖父母，没有办法承受压力。圣经有很多的故事，都是我们很好的教材。我们若想到以扫跟雅各这两位兄弟，因为父亲爱的是大儿子，母亲偏爱的是小儿子，这样的不公平带来了家里的恩怨，造成很多家庭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，可以从圣经看到这样的案例。我们就要提醒自己，在教养儿女上，我们是不是公平公正？我们有没有用上帝的公平标准来教导儿女，让他们的彼此关系
可以更加的亲密，而不是在争宠夺爱，在那种竞争的环境下长大。这样父母亲看到孩子们彼此相爱，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也才能得到安心，也才能够安息。上帝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在他们身上。如果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受苦的感觉，那你要以为那是喜乐的，因为上帝很爱你，他又给了你一个新功课，就像我刚才的见证一样。我们如果愿意谦卑的求问上帝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上帝是很乐意帮助我们度过那困境的。从上帝来的管教，常常是伤口最小，效果却是最大。好比现在的微创手术，我们如果不肯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管教，其实世界反扑而来的会是更大的痛苦跟伤害。教会教育不只是给孩子，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不论在教会里的查经班、主日学、各样的讲座，甚至网络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装备的课程。只要我们渴慕的心，我们都会得着。愿我们一生都走在基督信仰的道路上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，也带领我们的孩子们，好叫他们也能在人身上可以蒙福，这样我们父母才能得到安息和安慰。让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又怜悯的天父，恳求你常常用笑脸来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因着你的聪明能够通达起来。求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在你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再逃避，就是需要经过很多的痛苦征战，我们也要靠着你刚强去面对。我们需要你继续提醒我们，也求主在我们管教儿女过当的时候、太严的时候伤了他们，主你亲自来安慰、鼓励这些受伤的孩子们的心。主啊，如果我们管得太松，我们太爱他们，甚至是太爱自己，想要不要有那些冲突安逸，主你就自己也来管教我们不够的地方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真是保护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，让我们都在你的爱中来成长，相信我们可以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回应诗。
的主，我们相信在我们做不到的地方，你能，你可以补足。主，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永远有盼望。主，谢谢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。主，我们要说，我一定要再次的抓住机会，紧紧抓住你的手。主，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嫌弃破碎的我们，你就是这样用爱继续的来带领我们，塑造我们，医治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再次的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要再来荣耀你的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我们要预备来奉献。我仅代表双连教会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双连教会，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新朋友、新来宾，求你在前面你的座位前面有一个新朋友的留名卡，请你填写完以后交给我们收奉献的同工就可以了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个艰困的时刻，你仍然赏赐我们丰盛，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都能够享有你来的祝福跟平安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，也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开启我们的眼睛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投份的这样子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特别求你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好好的来管理，好好的来运用。主啊，也求你让这5饼2鱼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是
弟兄姐妹请坐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接下来要报告，请大家翻到周报的第7页。第2点，肢体关怀，本会会友张正荣弟兄于10月14日安息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4点，净坛活动，本主日中午12点半于1楼出发，自行准备午餐，请已报名的兄姐准时集合。接下来我们翻到周报第9页，装备委员会消息。装备课程洗礼造就班已经在今天10月18号，早上9点，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课了。那预计会有6堂课，如果要在12月27号受洗的兄姐，请赶快到9楼再报名。接下来我们请传道做补充报告跟欢迎来宾。我这里拿到有2张的新朋友名单，第一位苏雪凤姐妹，不晓得您坐在哪里？我们欢迎您。等一下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贵宾室，你可以到那里，我们会有接待同工介绍教会给您。还有一个是我的老朋友林景辉跟陈金兰夫妇。嗨，我们从太平径教会来的，很开心，我们可以一起做礼拜。好，等一下一样可以到那个贵宾室，让我们来接待你。好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，我们来唱祝福的歌。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感动我们每个人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跟旁边行平安礼，跟旁边讲：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